全世界喊緊。今日係6月20日，我同你分享一樣好慘消息。喺巴西里約熱內盧西部，2架直升機相撞埋一齊，6個人全部喪生，包括一個 Olivia Tree 巴西音樂監製、一名阿根廷攝影監製，以及 YouTuber Gaspar Priem 呢個好出名嘅美國歌手，只係得32歲。Gaspar Priem 只有23歲。呢一個美國歌手出嘅 Life Go On 全世界都好多人聽。仲有佢有首歌 Flowers， 關於佢係飛機背景，而家個個人都好可惜。佢最後一條短視頻發於香港時間6月13日之後突然間消失，之後佢哋未來嘅演唱會都會取消，即係話個買飛網站都已經關閉，好可惜。